上星上 hit 的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City， 你今晚收收听的是拜五暗时的报道新歌发烧榜，我是大练的。来这里吼，这礼拜实在大家压力太大了吼，这里看到新闻，不是在讲地震，就在讲做水灾，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心情呢稍微舒缓下来，听好听的台语好歌就对了。无错，规张好好，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在咱台语音乐榜，这听得到。我那是赶快从第5名开始报起。第5名，这里这礼拜第5名，我那是赶快哈，这个吴嘉诚跟庄富志的新歌有缘好兄弟，人哋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哈，这有当时的好朋友的感情，真比起这里亲兄弟还要好啦哦。OK， 继续咧，这礼拜第4名是什么人咧 ？Check it out， 第4名。OK， 这礼拜第4名是03上新专辑《受起爸母时》哈，没错，人哋讲咧，这个养育之恩大过天，对不对？当然啦，当咱的爸母咧，已经开始这个慢慢的老去，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报反哺之恩，好好友好哈，而且咧友好是千万唔通咱到明仔载。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时哈，这是03的歌声，刷来这礼拜进入到第3名了，谁呀？第3名。这礼拜第3名，上周是第1名，这一周呢到第3名来了哈，但是也已经很厉害了啦哈。今天咱们的第2单波多新歌发烧榜呢，已经霸占冠军的位置好几个礼拜。凤阳上新专辑，给你机会，巨人唱片发行。OK， 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刺激喽！听完了第3名凤阳，给你机会刷来，来听这礼拜第2名是什么人 ？Check it out。第2名，告诉我唔惊，我唔惊，唔惊路上的。哇，姜是老的啦，你别当讲伊老因为呢，这个他的穿着打扮也清茶，我那嘛是绝对流行的呢。依旧是我们豪记唱片公司袁小迪大哥推出了自己最新的专辑《你是我的靠山》，顶礼拜呢是这个一进榜就直接打到第4名的位置。这礼拜呢上升了2个名次，来到了第2名。袁小迪上新专辑《你是我的靠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嘛，好就一这中出江湖的这个老大哥呢，真的给捧场、给支持哈。一讲呢，那是这个歌迷朋友哈，一直对他支持，他就会一直努力的唱下去哦。第1名，掌声鼓励鼓励。没错，规张好好，这礼拜第1名就是戴美君上新专辑《小情歌》当中的一首这一首情歌叫做《3更暝半》3更半夜啦。3更暝半，你想爱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吃宵夜，吃宵夜嘞这个3更半夜呢，很多人都还在外面这个拉嗦是为什么？因为咱台湾基本上是一个不夜城啦这个老热的所在都是在晚上呢才会开始热闹起来。但是这首歌呢，所表现的是这查某人的心声。女人的表情那糊涂，其实决定错。上路边当然我来提起所有听众朋友，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连波多来风派、波多新歌发烧榜就听得到哦。我们下个礼拜5同一个时间再继续放榜喽，拜拜。人讲自作多情。
跋真感情，注定爱牺牲。有人的命运，亲像海中船，一生活在海中。情困三更暝半，不愿青春所在黑暗城。敢讲日日夜夜，过甲孤孤单单，着无牵无挂无牵绊。情困三更暝半，月娘也有天星来陪伴。甘愿日日夜夜，过甲喜喜欢欢，也不愿苦受这行人的寒夜。情困三更暝半，不愿青春所在黑暗城。敢讲日日夜夜，过甲孤孤单单，着无牵无挂无牵绊。情困三更暝半，月娘也有天星来陪伴。甘愿日日夜夜，过甲喜喜欢欢。也不愿苦受这行人的寒夜。发烧榜，欢迎收听红不让。袁小迪正宗原式情歌，你是我的靠山。我不惊，我不惊，不惊路上的孤单，因为有你的期待，甲我来作伴。民视8点档《父与子》片头曲，你是我的靠山，袁小迪郑重推荐。豪记唱片，袁小迪正宗原式情歌，你是我的靠山。我不惊，我不惊，不惊路上的孤单，因为有你的期待，甲我来作伴。民视8点档《父与子》片头曲，你是我的靠山，袁小迪郑重推荐。豪记唱片，袁小迪正宗原式情歌，你是我的靠山。我不惊，我不惊，不惊路上的孤单，因为有你的期待，甲我来作伴。民视8点档《父与子》片头曲，你是我的靠山，袁小迪郑重推荐。到最后，谁会知输赢？